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2月7日公视第2台下晡新闻，我是苏眉。咱做伙来关心今仔日的新闻重点。电影世纪血案是以林家血案做题材来拍，煞无得到受害者同意就拍片，引起大众批评。高雄凤山宝泰路一栋透天厝导火抢烟，一口罩7个人当中，35岁厝主因孙走无出来，不幸死亡。今仔日平地上低温，伫咧连江关东引，甲咱6度6，到明透早进前，北部宜兰受可能上悬降到5度。新闻头起先来看高雄凤山宝泰路，半暝受一栋透天厝对23楼开始抢烟导火，一口罩7个人，迄当阵是有2个人无伫咧厝，4个人逃生。不过这35岁厝主因孙是走无出来，不幸死亡。根据调查，这口罩是已经有领警报器，煞无倒起来，发生悲剧。巷仔内底拢是乌烟，这栋铁片加盖的3楼透天厝，位置3楼庆祝大火，迄时阵还有一个查甫人甲一只猫仔受困。厝主亲人就去冲转来，想要确认厝内底状况。火警发生在7月透早，高雄凤山宝泰路一栋透天厝疑似位2楼开始导火，消防队派67人到现场。因为巷仔正夜，消防车无法度之外，赶紧用水线来拍火。2楼跟3楼都已经有明显的火焰冒出。那据了解，这个总共住了7人，那有2人外出，那剩下的这5人有4人已经自行离开这栋起火的建筑。高市消防局表示，厝内住7人，4台大做火，火警时阵2人出外，4人逃生。火势1点钟了后拍花，消防人员在3楼发现死亡的查甫人，确认是厝主35岁孙仔。另外在2楼也发现一只猫仔死亡。因为火势已经全面燃烧，所以温度非常的高，而且充满了浓烟，所以消防人员也没办法第一时间就入室去搜救这个受困者，因为他是受困，后来发现是在3楼后方的房间。初步检判导火点在2楼，死者住在3楼房间。消防局推估，因为2楼全部导火，死者向降楼层后边刷电灯所不幸死亡。因为导火后领附助警器，所以事无安装。警察后续也要求厝主安装，各由火调科调查导火原因。记者综合报道。镜头换来看台中，这有一间安养机构的员工咧用喙出刮机的时阵，感觉咧芳是无介顺，要甲沾油，却是去用到有这丁烷生火的油，喷落加去芳落，竟然是出火青，火青佮甲这纸点一个倒起来，造成1个人轻伤。加在这火势是无炭烧开。3个人围斗阵，正伫使用这喙抓机，也毋过可能倒头蹲去，边仔人摕喷雾式的轮骨油甲喷落去，结果一时火光四界喷，也引到下面已经切甲喙的这个纸油，看火是愈烧愈大，3个人赶紧退开，也那边仔人也赶紧摕灭火器，甲火拍熄。他们使用了一些具有这些易燃性气体、可燃性气体的一些润滑剂，而导致它瞬间有一个火花的这样的一个产生，起火这样的燃烧，所以也同步的，它旁边那些碎纸也同步起火燃烧。这个意外造成1人轻伤，送病院加在无要紧。台中市西区一间安养机构员工当时正伫咧甲纸碎掉，也毋过已经连续使用30分钟啊，机器拢已经烧烧啊。也若当时员工无注意到，当时就用喷雾式的这个轮骨油甲喷落去，无想到内底所含的丁烷成分一下就烧起来。它的自燃点在零下大概70到60度C， 那所以说呢，很容易烧起来。所以说我们的这个时候，我们机器呢，原则上就是在室温左右，然后你将喷洒之后，让它风干了之后，然后再来使用，才不会烧起来。李华老师讲，高压喷管内底主要成分是丙烷甲丁烷，因为烧点真低，拄着高温就烧起来。除了使用进前应该确认这个管仔是毋是破气，要喷进前也应该离这个有火所在较远的，要保持通风。另外，要喷的物件嘛要降到25度左右，才法度较不安全。记者综合报道。电影《世纪血案》是以林家血案做题材来拍的，不过说是无甲受害者联络，无得到人同意就拍片，引起大众批评。过去捌做林义雄的秘书的监委陈秋颖嘛证实，这剧组根本就无联络过，而且这导演市坤花口答拢无出面回应。发生在1980年代电影社会连体血案案发地点已经正早技工教会。
不过最近一部用人体血汗绘本拍电影《世纪血汗》，因为剧组成员无甲林义雄等人联络，遭到大家批评，认为剧组做法无适当，代志引起真大风波。如果是其他好莱坞来讲的话，就拍摄这种悲剧的话，根本不可能用这种方式来呈现，包含就是完全没有带有这种惊异的角度，其实是完全不合适的。主演的演员杨小丽伫社群平台登文表示，若拍片进前就清楚知影无摕到当事人同意，会直接拒绝演出。演林义雄的查甫明星夏定宏也发声明会失礼，佮表态未来袂佮参加这电影任何活动。其他演员也拢发声会失礼。捌做林义雄秘书的监会田秀锦证实剧组无联络林义雄，也无得到同意。林先生他的家人什么都不知道，问题是他说他是根据林家发生的真实事情去拍摄电影，至少应该访问一下当时身临其境的人，到底看到什么，听到什么。道德上面还有很多地方，我觉得最好还是要寻求当事人或是家属的授权。那毕竟像这样子的重大的案子，对于生还者来讲，它是一个很巨大的伤痛。学者认为，虽然人体血汗已经成做公众领域的社会事件，暗过伫道德爱较严格，这是基本的尊重。结果进前记者打电话予感谢，过目前无接电话。记者综合报道。根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美国是当咧规划要搁卖咱台湾一批武器，加上进前的也搁有咱国产的金额大概就是1.25兆，也就是讲是即阵条约当咧对价国防特别预算的金额1.25兆。而且这个时阵，美国总统 Trump 搁签行政命令，宣告讲美国未来卖武器，毋是先买的先体，是会先卖互国防预算较悬、有关键战略地位的盟友。守护国家，咱来支持国防特别预算，大家讲对唔对？前一天到南道县军公里参香，向请呼吁，这是总统赖清德一礼拜来第5摆对国防特别预算来讲话。也来英国金融时报报道，美国正规划一笔新的对台军售案，金额有200亿美金，大约代表6300亿，包含一个赢规模的精灵爱国者3型飞弹，并且引进新型雷达，要美军现要上先进的整合防空加飞弹组织指挥系统 IBCS。那加上美方已经公告3500亿军事购买，加国产增币3000多亿，合计就是大约1.25兆。听讲中方对军售案真关心，更加甲美国讲，可能造成川普4月访问中国行程有变化。不过，伫国内在野党对军事购买预算也未让步。解铃还须系铃人。如果美方的朋友觉得很紧急，如果赖总统真的觉得兹事体大，那么他就应该放下他的偏执。我们还是必须要经过一个民主审议的程序。那把所有的项目摊在阳光下，让台湾的人民知道。当时美国对外军售规则出现重大的变动，川普催老签署行政命令，宣告美国军售不过再采取先到新的模式，改做优先强化予国防预算投入较悬，而且伫区域内底有这重要战略地位的盟友，各界关心是不是影响台湾。这一个顺位其实主要是川普希望把一些关于军售或者是更多关于军售的一些权利放回去他自己手中。当然的话，就是在一个国防预算的一个增长的幅度会不会或者是是否通过，自然有可能会变成是美国作为施加压力的一个手法。学者认为，川普新令强调战略优先加预算投入，对台湾是好歹拢有，是不是法度予美方感受到咱方提升自我防卫能力的决心，也真侪决定性的因素。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消息来看，乌克兰的总统泽伦斯基初七是讲，在美国的 Trump 政府希望乌克兰罗西亚这场战争今年6月进行结束。那无在美国是会对双方施压。美国阁邀请因双方一礼拜来去美国非洲会谈。虽然在美国迄边是已经用软的、用硬的敲停战，不过罗西亚有关是加强攻势。另外，这4天碰海去，害这乌克兰人是真歹过当。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初七证实，美国总统川普已经要求罗西亚甲乌克兰双方必须伫今年6月进前找到结束战争方案，若无面临美方真大压力。当时川普会邀请罗西亚甲乌克兰代表伫一礼拜内到美国非洲迈阿密举行会谈，这是美方头一摆要求罗西亚甲乌克兰伫美国本土进行对话，乌克兰已经同意参加。Як і коли війна може справді закінчитись для України і взагалі для надійності домовленостей принципово, щоб були гарантії безпеки, щоб Росія не повернулася в Україну з третім вторгненням.
美国罗西亚甲乌克兰1月底甲2月初伫阿拉伯联合大公国首都阿布达比举行2摆三方会谈，不过拢无实质进展。罗西亚一直坚持乌克兰必须放弃顿巴斯地区的领土。罗西亚甲乌克兰战争到2月20日就即要4年啊。泽连斯基坦白讲，美方设定6月进前结束罗西亚甲乌克兰战争的原因，是对今年11月美国国会的其中选举。川普政府必须要展现外交成果，也不过乌克兰民众是真怀疑罗西亚方面负担的诚意。Ну, не діють, вони з перших днів весь час брешуть, не говорять ніколи. Говорять одне, роблять друге, і їм не можна ніколи вірити. 泽连斯基也指出，美国正在推动一项新的倡议，乌克兰甲罗西亚双方暂停攻击互相的能源基础设施，正做降级冲突的头一步。伊讲乌克兰已经准备好停止攻击罗西亚石油设施，不过莫斯科也未回应，是不是伫初期继续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在内能源设施出动400多架无人机，也有40多架飞弹攻击，必须基辅的民众必须秘伫地铁来避难。伫这么寒的天气之下，大家拢真歹过。 Змушують жити в нелюдських умовах, без тепла, без світла, ночувати в метро. 乌克兰上大民营能源公司讲，对罗西亚甲乌克兰开战以来，该公司的设备互罗西亚攻击超过200摆，去年10月到即阵就拄到10摆空袭。乌克兰的输配电系统营运商乌克兰国家能源公司讲，罗西亚透明大规模攻击已经造成乌克兰全国各地大停电。 过那10万乌克兰民众在零下20度的天气，无电也无烧气通用。公视新闻郑元庆编译。台北捷运中山站半暝又有查甫人身躯顶炸刀，这民众是看到会惊，赶紧报警察。不过这个查甫人是解释讲，刀啊是伊用来保护家己的，伊也无摕出来讲哈，嘛无伤着人。目前警方犹原是依照法律界上班，请法院来裁定。 真侪警察伫北捷中山站甲身穿浅色顶衫的查甫人甲抓落来，大家拢围来看。因为这四爽的查甫人身躯藏的这刀啊现出来，民众惊甲赶紧报警察。生讲这个刀啊是用来防身的，无摕出来也无伤着人。警方审后，原依照社会特殊维护法，函请地方法院来裁定。宋姓男子虽有随身携带水果刀，并插于口袋，而刀柄外露，并未予以挥舞，为免造成大众恐慌，本分局先行将该男带反所内，依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侦办。警方调查31岁四爽查甫人，暗时12点外对信义区坐捷运红线列车到北投区，中途其他民众看到伊的胸坎落地啊有放一支刀啊，刀壳也现出来，看到会惊。 有时甲列车顶面紧急服务人员饲落去报警。这捷运的乘客讲，119随机攻击事件了后，这大众捷运系统确实多加注意，4颗威亚人事物提高警觉。就是好像最近这个事件蛮频繁的，就比较少看手机，对，会比较看周边的人。多少会吧，警惕一下接近的人了，多一份注意啊，当然注意周围啦，看有没有可疑人物了。 去年台北捷运也捌发生有妇人摕设计刀啊伫车厢内底挂纸，引发乘客惊吓。根据台北捷运警察统计，对去年119随机攻击案件到即阵，捷运系统内底接到举刀啊报案，成案的有3件。依照北捷的规定，无经过许可，袂使载危险品，也是较会多件物件入去捷运的范围，拢要放伫手提包也是牌包内底。违者会使依照大众捷运法来开罚。记者综合报道。 新北永和站警察是发现一只查拉车，要甲炸，这驾驶则是油门吹落要走。警方开枪甲车炸落来，伫咧这车顶是有3个人，其中一个是通缉犯，而且车顶嘛有查到毒品。另外，伫咧台北的大安区，嘛有这驾驶技术零检，同款车顶嘛有毒品。 警察大声喊停，白色轿车却是一直驶去，故作检查一直走，警方一直入，并且开枪。伫永和区中山路一段，4颗位的车真多，正驶时一度真紧张。警察对这台车单3枪来改阻止，刷来个暂停落来，搁再单1枪，驶车人才落车，当场互警方压掉咧。坐伫边的人员负责配合不爱落车，警察直接对头下入去，把人直接拖落车。原警依规定使用警械予以吓阻，成功压制犯嫌，现场无人受伤。 全案警询后，依违反公共危险罪及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请新北地检署侦办。
车顶3个查甫人全部互抓起来，赛车的这个姓朱的查甫人52岁，另外2名乘客分别是4楼甲4顶的查甫人。车内也查到安非他命毒品，其中4楼的查甫人更加是一个通缉犯，也亲像负责检查逃走的毋哪这层。就伫台北市和平东路甲新兴南路口，警方进前后发现小货车交通违规。警方叫伊停落来接受检查，赛车人却是负责检查外停车，沿路抢棍来红灯来逃走，尾后则伫和平东路一段附近成功解查落来。当场查获车内安非他命毒品及私用工具等证物，父亲唾筛呈毒品阳性反应，依法制单举发及扣车，另设危险驾驶部分，一并制单举发。2宗案件拢牵涉毒品，依照程序移送司法单位来办理。警方也提醒，负责检查逃走毋拿危害自身的安全，更加可能会影响无辜用路人。相关违规行为，警方也会斗阵来追究责任。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天气是寒湿湿，这平地上低温伫咧连江县的东引，甲咱6°6。而且这气象署阁表示，今仔日是愈晚愈冷，到明仔载透早进前，北部依然有可能上悬降到5度。大概到拜一，这日是才较烧热。这回是有真侪民众看到这阵寒流，宜兰的太平山、台北阳明山有机会落雪，拢赶紧去等。不过真可惜，这水汽温度拢无够，希望看不到。这里是阳明山的二子坪，因为寒流来袭，现场当地气温不到3度左右，不过停车场还是停满了车辆。有部分民众坦言，他们是为了追雪而来，但是没有看到雪，觉得有点可惜。天气冷叽叽，不少人穿到外套，挂秋笼，全身包安安，就是希望能等落雪。无奈气温无够低，水汽也无达到标准，后民众感觉真白兴。本来有人说这里已经有雪了，然后我们就从另外一边赶到这里来，来了2个多小时，然后结果没有看到雪，就等了。那边是完全就是很亮，然后没有水汽，才刚到这，再等一下下。在宜兰太平山，因为有可能落雪，不少人去带上出现满房。不过现场敢若出现高布，到连南投合欢山也有不少人，不过同款拢无落雪。中央气象署表示，这波寒流影响咱的时间为拜一季日到拜一透早，全台拢真寒。北部甲宜兰上低温可能敢若5度到10度，要到拜二日时开始，寒流减弱，气温才会豆豆回转来，到拜3、拜4，佫有锋面通过影响台湾。周3到周4清晨又会影响锋面通过，然后后面有这个大陆冷气团或者是东北季风的这个冷空气会南下，那一直会到星期4的清晨为止。那星期4白天很快的这一波的系统就通过了，然后这个东北季风或大陆冷气团会减弱，温度就会开始回温。气象署表示，为拜五开始气温佫会回转来。过年天气状况目前看到冷空气信号，不过会加做热寒，佫有一段时间，都要佫继续观察。记者综合报道。嘉义县溪口国小过年进前是举办社团的成果发表会兼义卖春联，热烈滚滚，做回来看。溪口国小书法社合成囡仔专心咧写要来义卖春联，头前阁有面上机嘅社团核心带来成果演出。嘉义县的溪口国小伫过年进前，伫溪口北极点举办义卖春联的活动，要趁这个机会展现合成囡仔伫合校社团的合适成果。我觉得我们学校非常用心，他安排了所有的活动啊，那像我们的扯铃、打鼓乐。那还有舞蹈，那让我们家长觉得小孩子有多样的那个参与。演出的社团除了真有气势广告，阁有展现技巧的拍风舞甲踢毽子，这拢是溪口国小推广真久的传统技艺。学校表示，增加所在是大人无因做事，除了重视囡仔的功课以外，较袂去注意社团的合适，借着义卖春联的活动，后来参与的家长甲乡亲会当看到囡仔的表现。平常家长他其实很少机会能够看到小朋友他的一个平常的学习的一个成果，所以趁着这样的一个机会，我们也可以让家长知道说，那小朋友在学校到底学了哪些才艺，然后也可以让小朋友增加他学习上的一个自信心跟成就感。合校透过义卖春联来增加社区的连结，社团的成果发表嘛，互乡亲知影合校延续的在地文化。过一礼拜就要来过年，偏乡的合校总动员，互囡仔做主角，毋若展现合适的成果，也提早替庄脚带来过年的热闹气氛。
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来看板式网仔球是结合网球甲壁球的特色，对西班牙传到全世界。因为较好学，佫会当甲亲戚朋友交流感情，是愈来愈受欢迎。即阵已经推广到超过90个国家，是全世界成长上紧的运动之一。做伙来看。这个亲像网球，佮亲像壁球的球类运动，就是最近为西班牙红到全世界的板式网球。Como tiene 4 componentes, es relativamente fácil pasar la bola de un campo a otro y como que realmente existen también paredes, tienen la oportunidad de que rebote la pelota y no la pierdes como en el tenis. 比网球较简单，拍过网，球弹到壁还可继续耍，节奏紧，煞相对亲民。板式网球为数10年前为墨西哥传过来，西班牙人就真爱拍。Sobre todo porque los mejores deportistas del mundo son españoles y argentinos a día de hoy. Entonces en España se siguen creando clubes y a día de hoy se necesitan muchas más instalaciones y muchas más pistas. Es un boom terrible. 西班牙唔那世界拢能看到板式网球球场，全球正式在板式网球好手，西班牙就占7人，而且真侪都学人免上课免受训练，也拍甲真好。Entonces me gusta esa sensación como del aire libre, el ruido que hace la pelota contra la pala, me recuerda mucho a esos momentos de playa con la familia en verano. 板式网球唔那拍起来简单，伫享受到球刺激之外，也能用球回休。Al final siempre juegas con amigos o con gente a lo mejor que no conoces, pero terminas haciendo alguna amistad y el pádel en muchos sitios tiene una cosa muy bonita y es el post partido, que termina el partido y te tomas algo y está muy bien. 目前板式网球已经曾经推广到全球超过90个国家，伫英国阁是喷射性成长。2015年，超过40万个英国人至少拍过一摆。球迷相信板式网球卖得大，若算过一摆，就会继续算落去，就会伫球场算甲是真快乐。公视新闻林记祖编译。天气报你知，做伙来看卖。北部地区9度到11度，中部地区9度到16度，南部地区12度到23度，东部地区10度到19度。外岛地区7度至14度。感谢您收看今日的下晡新闻，我是苏眉，咱明仔载下晡3点再相会。